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脚和足弓。那讲到脚跟足弓呢，每个人每天一起床，那如果我们要下床，不管你是要去上班啦、上课啦、买菜、做家事等等之类的，你只要移动就会用到你的脚跟足弓。所以脚跟足弓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有想过吗？你每天你的脚踩在地上，不管你是走路啦、运动啦、跑步啦等等，你有感觉到说你的脚一直都是很舒适的状态吗？还是你会酸痛不舒服呢？今天我们邀请到2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脚和足弓。现在我们就来介绍这2位来宾。好，我们首先欢迎的是中华医事科技大学调理保健技术系的助理教授黄月珠博士。大家好。好，老师好。那接下来是宏威科技集团的谢宗宪总经理。各位观众好。那谢宗宪总经理他也是足部矫正科学保健室专业课程的讲师，所以对我们这个脚跟足弓呢有相当大的研究哦。好，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要先来请教我们的博士。博士，请问我们的脚跟足弓到底有分成哪些类型呢？我们的脚跟足弓，应该是说外形上来看，脚就是跟脚趾头有关系。那脚趾头呢，因为我们的种族，因为我们的不同的国家人种，当然在脚型上会不大一样，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脚趾头哦。有的脚趾头呢是大脚趾比较长的，有的是中指比较长，有的是应该是说第1根跟第3根一样长。好，大家不同的这种脚趾头的形式呢，当然就营造出说我们需要在选好的鞋子的时候，有些人他明明就是一个宽版的，他就喜欢选那个尖头鞋，这个在选择上可能就会导致说，你穿不合时宜的一个鞋型呢，就会导致你的脚的酸痛。那当然这只是在外观上面，就是脚趾头的形态，我们有分什么希腊型啊、罗马型啊，这种形式或德国形式的，这些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会很清楚了。可是这个其实不是重点哦，最大的重点会是在足弓的部分。足弓。对，所以各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一个人体的结构，就是在脚踝。我觉得很奇妙的是，脚呢应该说全身有206块骨头哦，是。可是我们的足部居然一只单一边就26块了。哇！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么多块的一个骨头呢，要形成我们在走路的时候，那这个的结构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也就是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我们现在要标榜，一日行万步。各位试想着这个脚本身它负重多少？好，那所以呢，这个足弓的好坏呢，或者是是不是一个正常足？现场刚好有就是我们现场有3个不同的足弓的形态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就是从这个模型上就看出来了，在我们的脚覆盖里面，就是有这一只脚就是26块骨头，26块骨头，对，26块。然后再来呢，当然我们会很渴望的是，每一个人就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足弓。那正常的足弓呢，其实足弓来说就分成所谓的纵向有2个。就是从足底来看，有纵向的，有2个。那某个程度它就是一个 cushion， 好，它就是个 cushion 咯。然后呢，有一个横足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个足弓的好坏的时候，就是如果它刚好可以吸震、可以避震，那这是很好的足弓，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有正常一个足弓的。可是呢，偏偏我们就不是啊。为什么会是这样扁塌的呢？第一件事可能会是遗传来的。遗传就是因为父母亲是遗传，那父母亲有，那当然孩子就会有那再来就会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少去训练我们的脚，所以我们的脚通常是没力的。那再来就会是先天的，就是所谓的韧带松弛的。像女生很多人就是，你就看她的手也是这种，有没有？就是过度的角度都过大的，也就是不可能只有松弛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没办法提供很好的支撑啊，所以它就塌下来了。那塌下来这件事情呢，就有趣了哦，因为你每走一步路，它
它就会延伸到膝关节啊、髋关节啊、脊椎啊，整个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叫做扁平足的脚，我们把它定义为在我们临床上就是软趴趴的脚，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支撑你这个人的一个脚，这是扁平足的脚。那再来呢，就会是这样子的。相反的，就是一个硬邦邦的脚，就是一个空凹足的脚。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哦，这个的足底呢，筋膜相对是非常非常的紧的，所以幅度很大，幅度非常的大，所以这个呢，它的压力承受会在后脚跟跟前足的地方。那当然，你试想这样子的脚走1万步看看。好，所以只要是不正常的脚，你日走1万步这件事情啊，其实不是健康，叫做伤害。好，这个是以上呢，我对不起啊，这个脚的一些介绍。哇，对，所以呢，博士有帮我们介绍了，就是正常的脚，然后跟扁平的、跟幅度过大的，真的哎，现在就是推行说，我们这每天至少日行1万步才会健康嘛。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好的脚，哇，这怎么去支撑我们的体重？那真的是伤害耶，像博士所讲的。好，那我们要请教博士说，我们的脚跟足弓呢，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会有哪些问题会出现呢？最常见的问题呢，还是来自于因为你天生的一个足弓的一个样貌哈。那我们台湾其实不同的人种，它事实上确实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可能相对比较少，那在台湾呢，其实现在的研究可能5个里面就有1个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扁平型的，就有一个是扁平型的，是的，像这样子的扁平的哦，这样的扁平的。那各位想这样子的一个扁平的足弓，它就是我们的地基嘛。大家会住在一个地基是没有的，甚至是歪斜的地基吗？不会吧？好，是吧？不会吧？对。那如果它今天是歪斜的情况，各位你想一个没有地基的，或者是一个歪斜的，你要靠什么把它给撑起来？你上面衍生而来的膝盖、骨盆。所以很多的肩颈酸痛、下背痛，甚至是膝盖疼痛，可能都是来自于足弓来的。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的结构整合治疗里面啊，它第一个首先会看是足弓的部分。好，这个是我们在谈足弓的时候，我们会先去看它是什么类型，它可能引起的问题有哪些。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个足弓真的对我们整体身体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好，那我们知道宏威科技集团呐，你们的标志就是脚的眼镜。对，对不对？然后以这个足弓矫正器起家嘛，所以其实宏威科技集团对于这个足弓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总经理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这个足弓它的重要性？其实就诚如刚刚黄博士所说的，其实我们的脚它就很像我们人体的地基。那我们的脚掌呢，其实是刚刚黄博士有说，它其实它有2个纵向的，那2个纵向再加一个横向的。那其实纵向它有分为内侧跟外侧跟横向的。那一般来说，我们讲内侧重弓的话，大部分都是我们把它比喻成就是，如果把脚就比喻成把人比喻成一台车子好了。那内侧重弓呢，它就比较像是就所谓的避震器。那外侧重弓的话，它就比较像是一种平衡器。那横向的重弓就很像一个就是推进器的概念。那所以我们的足弓矫正器的话呢，它其实是它的足弓矫正器，它就放在量你的脚去配置你专属的足弓矫正器。那它的形状的话，就是它让我们的内侧重弓、外侧重弓跟横弓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趋近于标准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们的避震器啊、平衡器啊，还有推进器的部分。所以我们这是属于2/3式的足弓矫正器，不是全包式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在足弓的横弓的部分的推进器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依照每个人的脚型。就刚刚我们黄博士说的，有的人他是属于脚趾头比较长啊，或者是比较宽的啊，所以每一个人的脚型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脚型不一样，我们就依照每一个人的脚型去量你的脚，然后去做配置你专属的足弓矫正器。那专属足弓矫正器之后呢，再搭配到我们专属的足弓矫正器专用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鞋子会影响到我们的脚的因素。非常的多，包括软硬度、角度，还有它的高度的部分都会影响，所以我们就在20几年前就推出了我们的足弓矫正器的这个概念然后一直到现在。对。那我们知道说20几年前开始有这个足弓矫正器嘛，到现在今年呢有一个更新的，就是信息能石墨烯的足弓矫正器，所以这是最新研发，还加入信息能，对不对？对。那因为我们之前的足弓矫正器的话呢，它其实是它有6大功能。那
这次我们在今年呢，它就推出了增加了第7大功能。那第7大功能就是会让足弓矫正器呢更完善、更完备的部分哦。因为就刚刚我所说的，就是足弓矫正器它依照你的脚型去量出来，那每个人脚有长度、宽度去量制，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其实我们人还有很多的个体化差异哦，包括性别。包括年龄，包括还有一些自身的需求而不同，所以我们为了达到所谓的精准养生的这个方向前进，所以我们就加入了石墨烯在这里面。所以在整个七个整个它的功能性，那7个功能性呢，前面这6个功能性就是原本我们之前已经推行了20几年来的一个功能都有，那加了石墨烯的就加入所谓的性习能的部分，那性习能部分就是依照每一个人的他的刚刚我所说的需求，然后去他的族群去做所谓的配置，也达到所谓的客制化的一个概念。客制化概念哦，所以这个7个的它的主要是包含了矫正足弓啊，远红外线就是舒缓压力啊，还有促进血液循环啊，活化细胞啊，那还有所谓的足底按摩 ，OK， 那还有我们的负离子，还有银离子的成分在这里面，还加了石墨烯，现在最夯的石墨烯的材料在这里面。对，哇，所以这最新的这个石墨烯足弓矫正器呀，还有加上性习能，所以它其实是比较个人化，然后量身定做。那我们要请教博士嘛，博士是足弓的专家，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脚真的出了问题，用这一种足弓矫正器，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脚的那些问题吗？这是一定会的。也就是说，大家试想一个软趴趴的脚，它就是好像我们赤足慢跑在沙滩上，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累？对。但是我们每天要这样子行走，那你觉得耗的能量在哪里？在上半身。好，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个支撑的好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我们应该是说一个很好的弹簧就在你的足底下，你走起路来，你是不是就会非常觉得很轻松愉快？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今天不是一个很好的足弓，你可能其他部位会去做代偿，所以你有可能会是左边痛啊，右边痛啊。以我为例，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为什么我觉得宏威集团的这个足弓非常好？原因是因为它真的是客制化的去定制。我本身是一只脚很明显的扁平，一只脚是比较 nearly normal， 比较趋近于正常。可是如果这个来说，在购买的一般来说，在外面购买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办法让你说你2只脚不一样哦。对啊，它通常都2只要对称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它是客制化的，它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真的可以去矫正的？我真正有扁平那只脚，那我真正有扁平那只脚被矫正的时候，我核心就叫得起来了。也就是说，我在一个地基不稳的情况之下，其实我要发力这件事情就难了。好，所以我核心起来了，我要去重训啊，我要去运动啊，我是不是更有动力的？因为我每次我一个软趴趴的脚，然后去运动完了之后，我回来就是换来的是酸痛。对，所以我怎么去追求我的精彩人生？好，所以我觉得先回到精准养生。所以精准养生的时候，我先把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呢，其实我刚刚有说过了，我们在检查人的结构的时候，先从脚开始的，因为脚不稳，那其他的引起的代偿就会来了。那今天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腰酸背痛是不是足弓来的？那是足弓来的，我们把它挺起来这件事情，那他再去做其他的事物的时候，你试想我们各行各业，厨师一天要站几个小时？哇，很久是。那我特别觉得酸痛的时候，就是我一天站8个小时的时候。那所以各位，你试想着，如果是长时间坐办公桌的，他可能会也是有下背痛的问题。可是如果是要站一整天的人，那之后他要去运动的，他在一个不稳的地基之下呢，这时候他会代偿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已经有研究发现了，肩颈酸痛是足弓造成的，下背痛是足弓造成的，脊柱侧弯是足弓造成的。所以这个时候，首先如果你是看一个结构的人，我们会去 rule out 一下，是不是足弓出了问题？但是足弓出了问题，要有方法解决啊。我觉得宏威科技其实是造福蛮多人的，因为它确实非常的，因为非常 specific， 非常特制化的，根据每一个人的需求，然后呢去把这个足弓呢，先把它给立足好了，立足好了，我们才可以跨足嘛。我走出去每一步路都是一个非常稳健的，那我当然可以跨得更远啊。所以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只要把这个我们的
应该是说我们的足部呢立足好这件事情呢稳定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其实就非常的容易了。对，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你足弓有问题，然后一直没有去把它矫正，然后就是影响到连带的膝盖，对，腰酸背痛到肩颈，哇，这样全身都很不舒服。是，对啊。所以有些人去换人工膝关节啊、髋关节啊，他没有去处理足弓，哇，所以换完之后，以后问题还是再来。对不对？那老师，你本身就是这个足弓的专家，那你刚刚有讲到说你有一脚是比较扁平，那个是后天造成还是先天就是这样？应该是说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好，然后呢，因为我刚刚有讲，我们的足弓呢，其实是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运动啊，这件事情，足弓就会慢慢还是会有的啊。我肌力好不好，柔软度好不好啊？这件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我都可以克服，因为我本身就是柔软度很好，肌力很好。可是呢，当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不对劲了？应该是说我开始一天要站8个小时的时候。好，一天要站但是我也年纪慢慢老去嘛，当然没有20几岁，好，那时候那样子的身强体健等等的，那就开始觉得我的单侧边，其实我不是双侧边的腰，我是单侧边的腰。那我自己本身是物理治疗师啊，我们都会是那种宝宝心里有苦，但是宝宝不能说。其实我们有处理，但是不会断根。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好啊，我们有在处理，就是有处理就好。对，但是还是依然存在，直到我遇到宏威。就是因为宏威集团，它刚好跟学校合作，好，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学合作的一个课程。是，那当然创办人啊，就非常感谢他，他看到我就说，黄老师，我给你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足弓。这时候我就心里就笑一笑啊，有这种世界上最好的足弓，我们有读过书的人就会知道说，听听就好，听听就好。那时候还不太相信。是，因为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明非是非真理，知道谁在胡说八道嘛。那我们当然就想说，这是不是胡说八道，对不对？那创办人说，来，你来试穿一下。我穿完了之后，我觉得那种感受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真的觉得不用腰杆走路。什么叫不用腰杆走路？对，因为你会看到有些人因为现在很多学生现在过了一个暑假来看我，他说：“老师你变瘦了，老师你的身材变好了。”其实我说还好啊，也体重也还好啊。可是为什么呢？其实我都知道，因为我的足弓撑起来了。我本身是骨盆前倾的，我骨盆前倾，你会看到我肚子我就是一个小腹。就是不要说小富婆啦，好不好？开心一点就是我小富婆哈。所以你会看到我好像骨盆前倾了，然后呢肚子拱出来了，那看起来就比较胖嘛。可是事实上当我立足好了之后，我的核心翘起来，我很好用力哦。好，所以我自然就挺直起来了。对，那挺直起来这件事情，我晚上的时候我也站了8个小时，我回去之后，我的腰居然不会酸。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专业啊，但是如果他不是真的是这样，我们也讲不出口啊。对，所以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足弓这件事情在骨科上面，或者在筋膜上面，甚至因为我们是调理保健技术系嘛，是中医调理、西医保健。好，那我们来说中医好了。你说足踝下面有涌泉穴，那今天又加了石墨烯，又加了信息能，你觉得我的足踝下面这个足弓的下面有这么多的能量不断的涌出，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的新陈代谢就好了。因为石墨烯是个远红外线嘛，所以它就会增加你的身体的活络嘛。那身体的活络，我的代谢就好啦。我代谢好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在一个非常稳固的地基上面，我是不是很好运动？这个对我而言，我真的觉得是在精准养生里面呢，第一件事情真的是要立足好啊。我们要站在一个对的基准点上面，我们才可以真的好好的跨出我们美丽人生啊。对，所以老师呢用了这个我们的足弓矫正器之后，真的觉得说创办人不是在欧北抓，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足弓矫正器，没有错，哇，现在真的有体认啊，是，对，好，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足弓矫正器呀，它从之前有远红外线的功能，到现在加入信息能啊，还有石墨烯等等，除了可以矫正我们的足弓以外，然后它还加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让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越来越活络。好，所以总经理，你们这样不断的持续的在开发研究，要让你们的足弓矫正器更好，所以未来你们还有怎么样想把什么东西再加进去吗？其实足弓矫正器，即使脚的问题的话呢，大部分以现代的人来说，就是脚引起到膝关节问题，引起到腰椎问题，引起到肩膀的问题。
那所以呢，大部分呢这些有像膝关节不舒服的，或者是腰酸背痛的、肩颈僵硬的，以往来说都是稍微有点年纪的，他才会有这种感受。那以年轻人来说，基本上呢，可能他就觉得自己是就像黄博士说的，身强体壮，没什么感觉。对，但是呢，以现在的来说呢，现在的趋势来看，其实我刚刚讲的像腰酸背痛、肩颈僵硬等等这些问题，它有趋近于所谓的年轻化的这种方式的路线在走。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追根究底是除了是鞋子的问题之外，还有姿势问题，还有我们有脚的问题都来自于你的习惯。那习惯影响到你的体态，体态影响到你的脚型。那习惯都很难改比如说站姿、坐姿跟走姿的问题都会影响到。所以就变成现在的人就比较多的问题会产生。所以呢，我们会在足弓矫正器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先用石墨烯，然后量你的脚型，然后呢再做客制化的一个方式去制作足弓矫正器之外，我们的因为矫正器要放在我们的鞋子里面嘛。对，所以呢，在往后未来呢，可能是会发展在整个鞋款的设计上面呢，会慢慢趋向于年轻化。然后趋向于我们的年轻人所能够喜欢、喜爱、接受的这个款式鞋型的部分。那当然啦，你要年轻，除了不是只有年轻而已，你当然要穿起来很舒服、很健康。那舒服、健康又年轻化的鞋子，这是我们未来的趋势要走的方向。对，很好，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然后，那要请教博士，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很多人都是到了一个年纪，然后因为脚用了，开始在酸痛，会有那个问题产生嘛。但是其实足弓矫正器是不是应该从小朋友、年轻人其实就有应该用，但是可能他们还没有发现问题。是的，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太好了，而且我觉得，因为台湾少子化。少子化跟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以前那个时代呢，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多嘛，小孩就棒刷 gay 啦，就到处去跑，到处去跳，对不对？那现在很宝贝，所有的孩子呢就不准他跑，不准他跳。那跑跳可能会影响到楼下邻居嘛，所以又不能跑，又不能跳，所以他就被框在那个。其实足弓的发育呢，其实它是要有肌力的训练的。那因为养育的方式，再加上营养又过重，所以足弓的扁塌跟重量有关系。对，所以如果过度肥胖的人，你会发现其实他的足弓也是扁塌的。那再来就是小朋友，我还是回归到我们最重要的国家的主人翁就是这个小朋友。小朋友因为养育的方式，其实很多妈妈基于安全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让孩子去锻炼。好，这两个这中间其实是很微妙的一个关系。那你基于安全，你忘记锻炼这件事情，你的足弓就扁塌了。所以你会发现到现在孩子为什么叫他坐也坐不好，站也站不好，他其实足弓就没有养好啊。对，其实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足弓2到6岁，这是黄金期，他没有很好的去跑跳，没有去很好训练他脚掌这一些小肌肉，所以长久下来之后呢，他就变成扁平了。那到时候他上了国中应该说国小开始要去跑步，你会发现，你开始发现你的孩子。怎么那么容易跌倒？然后呢，跑几步就跌倒了。那跌倒之后就有扭伤，这个我们都强烈怀疑这是足弓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在一个那你说那怎么办 ？OK， 已经木已成舟，好险，好，我们现在要亡羊补牢，是，也就是说已经是这样子了，那怎么办？那就在一个对的足弓下面去训练他的小肌肉。所以呢，像这个我最前面有什么金童玉女啊，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就是你看幼儿就是增加脑力、提升生长力、提升免疫力的，这个就非常适合。也就是孩子在对的足弓下面，然后去训练、去跑跳、去训练他的小肌肉，这个足弓很快就再回来了。就怕不知道，最怕是不知不觉。我们现在知道了，那就赶快就是 do it。好，真的是找回我们的最原始的、最好的一个避震器。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避震器，我们永远我们的人生就是摇摇晃晃。对，所以这个脚真的很重要，然后所以博士也有讲了，其实从小就应该有需要，就是这个足弓矫正器就要用了。是的。所以我们宏威科技集团针对这个年龄层，就是很小就可以开始用这个足弓矫正器，对不对？大概会在6岁。6岁开始。对，6岁开始，因为其实每个人。刚出生到6岁这段过程当中，其实脚型其实还不算完全已经
看到它是什么脚型，它还在依照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在发展。那通常到6岁之后呢，其实就已经差不多看得出它是属于扁平或高弓，或者是正常足。哦，因为足脚型绝大部分都是遗传而来的。那遗传而来的不是只有父母亲这个遗传，而有时候还会产生所谓的隔代遗传。哦，比如隔代遗传，比如说阿公阿嬷他的脚型，然后就会变成说他的孙子跟他孙女是什么脚型，都会有。所以我们会从足弓从很小，在6岁的时候就适合了，就要来穿足弓矫正器这个部分。哦，大概6岁开始，6岁开始的部分。对，然后一直穿到几岁？最高几岁都可以穿？都可以穿，因为其实足弓矫正是这样，它是不断的在。其实足弓矫正就很像我们脚就像一台车子的轮胎，那轮胎的话，它是常常需要做定位，因为轮胎它行驶在道路上会偏移，所以要做定位。那其实足弓矫正器呢，它比较像是帮助我们脚时常要去做定位这个动作。哦，因为我们行走在这个这个环境上面，它有高有低啊，有这些的状况，其实它是需要做长期穿来做定位的部分。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请到2位专家跟我们分享了我们的脚啊，足弓它的类型可能会有哪些的问题，然后足弓矫正器怎么样协助我们。那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也要请2位专家继续深入的来跟我们讲说，哇，怎么样打造属于自己的足弓矫正器，然后让我们的脚更加的健康哦。请大家继续期待下一集的节目。谢谢2位专家到节目当中，谢谢总经理，谢谢博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再会。